那讲到这跨年活动咧闹热，嘛发生几啊件意外，亲像台中市的跨年宴会，因为炮管燃气烧歪去，一个囡仔叫落来皮肤烫着伤。槟榔的群众嘛有人把宴会火烛啊去喷着过路人。金门县的跨年无人机表演，这风烧透煞飞袂起哩，还未到算时间的这站，这表演就提早结束。 跨年宴会射出去，随着有一寡火车对咧喷伫涂骹，民众看到随头毛就紧走。台中市政府伫中央公园办跨年活动，元旦透早放烟火发生意外，落落来火车造成一个6岁查某囡仔烧烫伤，公园附近的空地嘛出现火灾，现场民众拢甲手机摕出来翕乱伤。台中市消防局调查发现讲，疑似是放炮管固定的铁架落去，才造成烟火大射偏，会照炮烟火管理条例罚抢伤10万。经查系烟火炮管 固定架松脱而歪斜，导致烟火未能垂直发射，误伤警戒区外的观赏民众。本局将因爆竹烟火管理条例第16条第4项及第29条第1项第6款的规定，针对释放厂商处以新台币10万元的罚款。 民众的群众街看年味嘛无平静，有民众放烟火，无细日去喷着路边的人，有人伫咧打围头前放烟火，结果双方对冤家变作相拍，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到场，甲涉案4个人照伤害毁损妨害特殊罪罪，移送屏东地检署。函请接获报案后，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到场，将在场犯嫌全部带返侦办。检询后，依伤害、毁损、妨害秩序等罪嫌， 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的深恒超的 logo。今门跨年晚会嘛发生一堆问题，除了表演节目提早结束，结果离倒头算的时间佫差30分。上尾一个表演的无人机嘛，疑似因为强风无法度飞到预定关岛，造成图和文字是哩哩落落。它的规模有点小，而且它空拍机摆出来那种不是说很明显的，就是图形看不出。对啊，图形看不出来是什么。 另外，有当地市集单位嘛不时一直传出跳电的问题，互民众是真失望。各地的跨年活动好歹是差真济，嘛互地方政府是无用的应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